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今天，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老师和他的吕派艺术专辑，我要为您介绍的是吕老师与粤剧男演员共同创作的几部优秀粤剧剧目。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吕瑞英老师与史继华老师合作的《打金枝闯宫》。我却问你，在这世间
之上，何者为他？天地为他，何者为真？父母为真。你谁家的时间？孝顺父母。出家之后，你尊敬公婆。恰有来，你就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亲双手，你因我不去拜寿啊！今日是分衙王受丹青，文武百官都到齐，众兄嫂身上作得来拜寿，只有我独是一身修有记，不理怎样做福利，不去拜寿是何意？儿媳不把公母背，那一个丈夫见机有一把力。我谁找你为父妈，并不得民间都与情。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凤凰恰鸟与高低。你是当家成名之，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儿女。可道是什么军人分归线？是那东宫太子也来拜着送寿礼。他平是奉了父王的旨意，不得不去呀。糟啊！既然东宫太子奉了武王的旨意前去拜寿，困讲起来就是你武王他。父王怎么样？武王他虽不能前去拜寿，也得赔上一份厚礼，何况是你？我怎么样？你是封阳王的儿媳，你是官的妻子。你国家谁有谁的功劳？将官开出皇颜，藐视皇家，少不是我皇家的恩人，哪有你国家不知的富贵？呸！你修道国家富贵先藏你，听我把就是第一例，为了啥起兵败荆棘，也记得当时天下花会你，一刀的江山送夫妻，多亏那分阳王国子女，这不是我父子们东当西上，论真不准开上场，你无真能中王爷。归你大胆！一朝狂言是旁的身错君，
也不滚当。你真的当我了？好，你当是我管你当。当然我不是你了，不是你，是你的镜子一体，当场无来无土。史继华是和吕瑞英老师合作最早也最多的粤剧男演员之一。从《奥雷一兰》到《十一郎》，再到《凄凉辽宫乐》，两人不仅台上合作默契，台下相处也十分融洽。在艺术上，吕老师是史继华的前辈，但在生活中，史继华总是亲切地称呼吕老师阿家。娘娘故来共赏景，想不到深宫爷爷正在世，第二也得学明心啊。在，就听说登奏闻，今日是
算计你非法，不知你算是何人？娘娘永醉。小臣原是农莫名，家贫父贱被死罪。夜来琵琶马背恨，翠台侍女必作证。几经有方高人品，子弟教导常在心。谁与你回诉苦力呀，不得了，邻里父老丧子意。今年百姓在宫门，惶恐有绝孤恩。这讨告你出名师门，才知朝野若能人。
能否解决男女生演唱的调性问题，是越剧男女合演能否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所在。多年舞台实践，吕瑞英老师也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陶丽梅同舟一折戏中，他和史继华老师一起发挥运用了一调唱腔，不仅表情达意，恰如其分，观众也喜欢听。而一调也成了后辈演员经常使用的调性。称兄娇气度，他常传家下当读书，想必是少经风波不测无，我与他同舟离该多照顾请问这位仁兄真姓大名？小弟姓陈，名泽芳，仁兄你？小弟洪雅琴。我知道红颜早已成风醉，恰若分来巧在最中来，一众人目算到眼前，到家我有惊有喜，有喜这仁兄一表人才多情深，一笑一错是风流，一鼓一盘杀有情，一定是兄长自己佛经学。潇洒英俊离你走，压过手上海心，凭家草军神中想这件逃荡不平几来水，洗尽天风雨同舟女良有美我是先郎君把红尘开，本是西为英雄早生，喜迎从马离泪红尘兄救娘救娘陈仁兄失敬失敬，我与你三生有义，桥同舟。请问红兄，不知今日可曾见到严兄？严问你，请问严弟，你与严兄是？我与严兄乃是亲自手做的同场
好友，哦，还是应表兄弟。哦，是此来你我弟兄，进了一层啦。本来是近得很嘛。是啊是啊是啊。哦，既是自己弟兄，我就对你说实了吧。那严兄与我同遭狼之忌害，是我乘他快马送他原因。如今他已宛然脱险，进京滚考去了。这是好了啊，请问爷弟，风雨归路，莫非也是上京滚考去的？非也，我乃到朱大人台前告长去的。告长，莫非也是为那狼恨也？真是高马老臣。好啊，爷弟，怪不得你我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原来爷弟与我志同道合，肝胆相照。是此时来，你我弟兄有更情一人了。哎，岂止情儿有情，应该说是情儿有情了啊！啊！哎，这是愚兄问上那朱御史身传重病，已有3个月不能上朝理政了。爷弟的上，只怕一时搞不成了。哎呀，这便是我是好啊！爷弟不用着急，以愚兄之见，你何不随我一同上京滚考？他这才能熬得的准，帮上告终，你我也好同心协力，共事全歼，你看是何？哎，爷你不要犹豫了，你我就结吻同意。哎呀，这样不好啊？难道爷你不能随兄同意？非也。呀！金银把笔中美，莫非天下巧事多，终不为梅花林香别出啊醉。啊爷的呀，这牛背两宫雕琢好精美，待不知你从何处买得呀来？这牛背人难买来，金难买，是一心温馨的连心配。哦，红兄啥子牛背，小弟做法原安排。既然这是连心眉，想必是一双两半配成对。这牛背本是听心白，他是宁安，是冤家？是啊，是宁安之远佛中来。不好了！
夜夜书生他自成，一云一团上心来。我们不知今何在。走上八旗，哎呀，解不开。是表兄妹，他要我报是辕门一结尾。原来演的是家人，请求愚兄我深深啊背。演的呀，既是知情可信赖，想必是岳妹定有书信来。是啊，红颜传书我早晓得。这是我私斗。红兄不必插嘴，让小弟细细今朝找到了这颗身上。哎，你这位老兄啊，做事也太粗心了。啊，红兄，一本兄，你与岳妹已相十八门家计修人中秋夜，一座兄陪圆月圆，生团圆陪中秋，我听说登门贺喜来。除了史继华老师，另一位著名越剧男演员刘珏老师也和吕老师有过舞台合作。同样是在《桃李梅》中，吕老师饰演的玉梅假冒二姐玉梨，在花园相会，刘珏老师饰演的表兄严文明，当听到表兄含情脉脉地叫出“表妹啊”，他一方面为二姐暗喜，一方面又觉得表兄酸溜溜的很好笑，便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这一段对手戏诙谐幽默，两位老师的表演
总会赢得台下观众会心一笑。二妹，去年花香两心相许把离，要把离情丝长相牵。每日里我灯下苦读盼所眠，梦里牵引自常相见。喜则喜，把水塘里加几点，盼只盼月老早人牵红线。二妹啊，今宵月下花园为这森林后一明心间。金秋正梦大比年，我立志金榜题名上龙殿。到那日啊，凤冠亚边谢二妹，宫花杨红平地莲。兄灵为不自贤，说是他立先的不知的家系珍重，忙大言。表兄
可见你眉心那颗刺比宋人他多了。哎呀，我的字太大了。叶姑爷，身长高了，这字也会跟着长大的呢。母亲二小姐呀，谁是怕这裤子长大了，所以提起他呀，谁会出身大气的？不，二妹你呀，是翠眉双凤，锁子红梨花一朵，深无用。二妹你呀，你比宋人好上多了。表兄此番进京，不知何时起身？本当明日动身，孟二妹4次生日，女兄决意再是2、3天。太多了，就是5、6天嘛。7、8天也可。以小妹之间理应即刻登程。表兄啊。要天人做那红牙睛，共生是你的同场雨，玉山妹定辕门，孙妹自己当军，盼表兄结成济南送一心愿。小红兄急公好你，事情就急难我理当相助，是女兄我就即刻登程了。表兄慢走，小妹生你关过梨花牛背，得等这陪缘之神，就是你我化作之事啊！不二妹哟，岂等那花雨中秋细心传，我与你呀悲怨月圆神团圆。二妹真容你兄高日了。表兄稍等，这里有梅花牛背本歌，是三妹。范表兄在心生于红牙睛。哎呀，表兄，这2个牛背可不能弄错的你。放心，错不了。二妹真容女兄高知了。宋表兄。相比于桃李梅中的同台，吕瑞英老师和刘珏老师在《西厢记》中的合作，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哎呀，红娘姐呀，你建议于我为我不好嘛？张先生，红娘姐，小子提亲不知是几声？哎呀，张先生，你却像是看得了，他只因杀气心脸上，趁着风清月朗，夜深时的是红娘来相
红娘子呀，小姐有书到此，你怎么不招生呢？小生离开人间，进来不见，请小姐施财哟。哎呀，张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小姐闹我都是假的呀。假的？哎，你可知这书中之意？这书中之意呀。这书中之意怎么样？叔叔让我今晚到花园相会呀。我却不信。信不信由你呀。张先生，这上面写什么？书中的无言是诗句。哦，但愿谁想下，人逢无不开，隔江花影痛啊！你是女人来。张先生，你不要念了，快解给我听吧。等我解给你听吧。但愿谁想下，小姐让我月上绣去。要是今晚没有月亮呢？啊，这是诗意呀。啊，您逢无不开，小姐开门才等我呢。开门？刚将花影洞，小姐叫我跳墙过去呀。跳墙？啊！你是女人来，那就是小生我来了哦。这个这样解？不是这样解的，红娘子呀，你该怎么解呀？哎呀，张先生，张先生，怎个这样解？哎，小生乃是才师妹的所讲，这四句诗为记错了不成吗？咋不为谁了他？又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呢？好一个小姐，原来你连我红娘都瞒过了。几人间传说的瞒过于好小姐心儿这样跳转，论起是叫着哎呀，红娘子呀，小生乃是读书之人，怎么能跳墙呢？跳也有你们的事我都不管。几段来自不同剧目中的精彩片段，让我们领略了粤剧男女合演的独特魅力。下期节目中还会有更多吕瑞英老师与男演员合作的精彩节目等着您。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新兵与西征，只怕挫伤我元气。当初在异乡避风明，我埋身身旁28两银。我在生落赶来
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上一集话题，聊聊吕瑞英老师在男女合演舞台上的不俗表现。史继华、刘珏和张国华三位老师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在粤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男演员。上期节目中，我们先后欣赏了吕老师与史继华、刘珏的合作。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段吕老师和张国华老师在《凄凉辽宫乐》中的合作。天生丽质真难弃，相对又是真心王儿又要为朕担忧了。是啊，朕遇上王上你决定，等国上吹凉归来，这便发兵。大王，王儿。我他了连年扩将。
真，只怕触伤我冤情。王儿只听了国丈他们的话了。太王啊，君王光啊，中间言好呀莫恩生命惜。王儿。他了金国两把枪，自宫真神称。李朝雷李兵的马为论尽，称霸天下。学自救。水府的登大宝，是将朱冲同元子。王儿啊，乱儿身当盘虎根，披袖侧畔去穷征。所罗中原决雌勇，血线传旁。不为生。大王张之凌云，正乃连年在乱空孤立不及。王儿，那是国丈他们的危言所听。少王一力性追问，连年来落血兴亡，无过风德。少王年轻，喜好专攻，大王不可先听少王之言。少王不过是说了国王的心事而已。对其说好，非必忠言，是忠言空必逆耳。王儿，生气该死。好，我们不谈这些。王儿，朕出外已久，就不听王儿比骂。今天何不弹奏一曲，以报儿风？中间难通君王心，我何不借言手算明情？生气真子。不知王儿所
何处？此去名内理论库。理论库，何人所作？教坊衙公扫利益。扫利，扫利一。大王。我有真心地等其复明。愿君王体恤民情，听言公。王儿真不听这国臣心的理论大王，理论库是要公扫利益，亲身经历。少王爷理性追问，举国百姓闻之乱也。少王之言，这恐必是真。难道少爷的确子竟能如此当动皇儿？刁民非少正，皇儿你太轻信。军国大事真做作，从此休在是非甚。大王，朕不惜后宫归于朝政。见太王汉我去匆匆，难道我一片忠心？你绝从得
吕老师曾经说自己闯入男女合演的舞台，纯属无心插柳。但事实上，无论是身为演员，还是当上海越剧院院长之后，他对于男女合演事业的发展始终是身体力行的。而他在这方舞台上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你也没有睡，我真要为你送迎你。这衣衫是我亲手缝，千针万针。皆是情，再带上份银200两。姐姐，本村用不了200两，又配付完才停息。姐姐。10年前我留影初步报恩事，你查金我妹领神情，
心境，抬着抬，复仇回报心难平。千年前，你又赠我做一弟，我是苦磨与红尘。是姐姐再次救我脱苦境，千年日月千年恩，你把这里为人善心，每世话到眼来，又叫我读书上进人。今日我大恩未报，要怨啊里。姐姐，我怎能再受这儿把你？好了吧，姐姐医生，好了吧。姐姐你思念亡命，伤人思，心中痛楚替我知。因为我你膨胀师父亲身教，一腔心血来亲子。如今你金碧烈有情，手里带兵来时时，恨我眉头青灯下，只图功名放里子。功名我比太宽容，姐姐我来可再靠一把事。贤弟，此话差矣。7年来为己死心欢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能出世之邦，心里死皮，接受养亲。难道这7年心血夫人历尽？这7年心血父子亡羊不成吗？姐姐的教诲我铭记心，今月
这位姐姐平替叫人受，我怎能一生逃避？八路上啊，天天为今日一把苦诉诉心头，三分喜平七分愁，自己的平替自己知，眼底不必为今千里行程不苦。来，这里公营的比姐姐，我知道别姑娘帮你治病，只有那赵为孔明在解决，我一定想方设法去找寻，让姐姐10年里就一笔勾。在探索粤剧男女合演的同时，吕瑞英老师也主动把培养青年男演员的重任扛到了肩上。无论是刚才戏里大家看到的许杰，还是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赵志刚，他们的艺术之路都离不开吕瑞英老师的提携。姐姐，你不能买，要买我，要买我。弟弟，姐姐。
计叫我多思维，既力量相依为命共生活，没了你，只怕我也闻不人。弟弟呀，潼关的自家人生，怎能叹息为后尘啊？不要有那红这只有别人，此方你奋发多是苦用心，曙光四方在心里，一度诗篇要披月明，但愿这把两份姻一番安全的生，随兄弟知情侣，越早一生你大官中，年纪风光不团圆。这老官亲自说自立地真反命，手执宝剑与金盘，治了那女金之鬼金银城，老妻子乌纱头上是青天，老妻子。姐姐生你是埋生命自古姐姐美生意，越可无泪恨根深。我既是谁的官于上面，我既是谁比我姐姐去美生，美生人是许来人，他叫我原谅此过去上情，不为姐姐一片心，梅花随时变得金，我为姐姐一片心，金水文章灯下问，不为姐姐一片心，事业自己忘记，不为姐姐一片心，身子浑然是几身，一朝要挂黄金银，顶上坤坤不留情，又朝要挂黄金银。定杀吞棍不留情。在吕瑞英老师看来，越剧男女合演和女子越剧是相互补充，它就好像飞鸟的两个翅膀，只有
共同用力，才能飞向更高的蓝天。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而希望越剧飞得更高，唱得更远，大概也是吕瑞英老师最大的心愿吧。气味却不乱了。请问，这本戏上面可以教女子天地画家，不也可以观念引进，这本最非常不义。妈，这本戏是无名之书给了的，观念的无名之书给，你是这里唱的，这他谁不得观音之书？娘，你这番不肯离开福定镇，不必在那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别说牵挂，福定镇有我的兄弟。哦，明白了。在本州将你的兄弟传来，和你一同跟随那府上边去，弟弟以后早日相见，你看是否？我的兄弟，只怕你算他不同。不是，刚刚长水衙门，难道算不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我的兄弟也是个做官的你。你兄弟做官？哈哈哈哈哈哈！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也做起官来了。我兄弟不但做官，还是个大官。总不见得不如一样是个不平对吗？我兄弟的官比例还大，衙门比例还宽，其官比例还高。哼，难道是朝廷清查不成？真是大不清官。沈大娘，你那兄弟哪年中举？
女哪人是心里面夸夸将来，这有一件差错，难免使用大大爷，听，这样。岂能让他细心落水为止？我会将他当起了归纳新婚来向我。得了，你沈大人可是一目懂吧？也目的是说他这里也不是。出动！大胆对他俩，女神大人一不动，我虽说二婚说法这里，都明心缺无言，欺骗官府，这还了得！我晚年下定一定。这样。我资助他发奋做事人，我也拿使劲做事少得能，烟花女的母亲子过先生，一缕银河水起灵，数年3月数的心，8月为是不听人。不但沈大人的问题，还去问沈大人的本事。不对呀，我想这个女子有些养恩，也是有的，可以交不出3元来呀。此话你别可信。怎了？你自称沈大人的先生，不是你教他的。什么？叫金氏资质不佳，叫书法梅花顺体。梅花顺体？想着梅花顺体，我这人爹，难道他也能写的？我姐姐能上水送信。怎了？本来要看你梅花顺体写的时候，可会当写了。
也。来，有去问老师吧，与他是。请老爷再设一个廊坊。谁老爷子何用？小女子是有点的，三生人间美花传奇。能放谁心思我？这他就是人家也能信得，什么银花女子出身为姐弟，不能够笑像我家虽有李子之分，这也顾忌外人不知，不妨问他眼睛在身。来，有将本队的这一股劲取来。是。大娘，本队问你这一股劲，你可通晓吗？刚才一股事情梅花传提示君有问这一股劲，莫非他？我李氏门中不会此次三官。你怎不为大？老爷这官本来已经落了四卦，第28卦不明怎样讲的？第28卦名为大风，鲤鱼欲望恨。是啊，苦养身体，老夫的早起无不利。按此言，老夫早起没有什么不利。老爷望得金门清传，断尽不明。挂名大姑是他大大的过错，挂问老夫的早起不利。父是说不应有这样的事不利，事实上有此事乃是大大的不吉利。总而言之，第28卦是这老夫的早起乃是大大的过错，大大的不吉利。你此种自节从何而来？小女子这种自节，子母的家具中不中？你说的是哪一家的一经之本？小有祖传历史之本，不与三传，教育兄弟，大学传子，这说的你是说的什么？天我的眼退到
在吕瑞英老师撰写的回忆录《不负阳光：吕瑞英越剧之路》一书的扉页上，吕老师这样写道：记忆是零碎的，但我努力赋予一些思考和心得，希望回忆不仅是再次点亮温暖我心灵的过程，也希望往事在今日依然能闪烁出一些有价值的星星点点。通过我们节目，您是否也感受到了越剧吕派艺术那绚烂的光辉呢？观众朋友们，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老师和他的吕派艺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我们下集节目再见。今